所以其实已经有开始影响到真济，就是官员会甲你，可能一开始的阁是用华语，也是讲华语甲台语做伙人咧讲，啊，即摆会渐渐开始会台语啊。对。好，安尼就是因为伫国会即阵即件代志，其实是足侪人，伫网络顶管嘛有人就是质疑讲，就是安怎你要伫国会用台语，莫用华语嘛？就是阮会看到足侪时大人即马带孙仔出去，也是安怎？其实你知影，伊咧买菜时阵可能是用台语咧甲迄个头家讲话，啊，毋过甲孙仔讲话时阵就用华语，也是讲到啥物较正式的场合的时阵，就会自动切换做华语。安尼就是即件代志，你感觉用就是你安怎看？啊，也是讲用母语文静即件代志，是毋是会当慢慢去改变即个状况？其实吼，我想当然法制顶悬有足侪无共款的做法啦。吼，当然有人建议讲，为教育开始啊，为产业开始啊，为社会、为文化等等啊。吼，那对我来讲呢，咱个人来讲呢，就是尽量以咱家己来做，来影响别人嘛。所以选举的过程吼，做人哇，你台语讲了哪遮好听？我就讲啊，因为咱有用心要讲啊，啊，你若无想要讲，你才会讲了好听，你著爱先会晓讲啊，毋才有法度慢慢讲我好听。那再来呢，咱讲拄则讲着吼，阿爸阿姆如果若出去买菜讲台语，啊，甲孙仔讲华语，我想这就是因为咱拄则讲伫法制面吼，因为惊孙仔去学校互笑嘛。惊孙仔去学校考试无考台语，干那考华语嘛。啊，所以会想讲吼，啊，咱教因讲华语，安尼去学校较袂去用安那鼓励，也是讲技术。咱其实吼，爱甲大家阿爸阿姆讲吼，即摆即个情形已经相对较少啊。啊，而且你爱看吼，讲台语嘛会当做立法委员哦。啊，所以吼，大家爱开始学习。哦，就是讲咱家己的母语，有来当足骄傲、足有自信，而且是一个有法度甲人沟通的工具嘛。我会记得我2016年来台北拍一出电影，哦，来斗相共，即个有一出放假的电影。那迄个时阵吼，因为我住的所在住对面一间即个超商，我逐摆去吼，一个姐啊，伊拢甲阮讲华语，啊，我拢超工甲伊讲台语。啊，后来呢，我参选的时阵，伊发现讲，哦，啊，即个少年仔走出来参选啊，伊总足欢喜，一工甲我讲台语。所以其实吼，有人讲啊，我讲一届两届失败啊，对方无爱插我。你爱想哦，你讲台语，伊会回，伊就表示伊嘛听有嘛，表示有可能会晓讲嘛。那徛伫语言的功能顶悬，就已经达成啊，因为伊听有嘛。所以你毋免歹势讲啊，我硬甲你讲华语，了你硬要甲我印台语，其实无人会安尼想。其实无人会安尼想，是你家己会感觉歹势，讲啊，是毋是我讲台语？对方袂晓回啦，还是啥货？你莫安尼想，这足自然，这是两个平等的语言来对话。今仔若拄着，包括新住民，我来讲，足侪新住民，原住民英文也会晓讲台语，啊，咱有也会晓学一寡吼，因的话语来交流啊，马萨鲁啊，吼等等。所以你讲你的，啊，伊讲伊的，啊，听无，较来想办法解决。啊，你毋免一开始就预设讲，甲家己设定讲吼，我一定爱讲华语啊，讲国语，其实慢慢，即个所谓反射的神经，就会慢慢改变，嘿啊，由你来影响别人，莫由别人来影响你，啊，无人规定一定要讲北京话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就是你对迄个母语，敢若会当伫厝学，还是伫厝讲即个？无同意啊，无同意。啊，有要补充的无？就是搁较讲较济，就是伫厝学甲伫厝讲，伊会造成的影响，也是讲，因为我家己的感觉是讲，就是敢若会当伫厝讲的时阵，像你伫国会即阵，应该即摆嘛有拄着真济专有名词，伊有当时啊，毋知影要安怎用台语讲，还是安怎？若拄着即款的情形，其实毋是母语伫厝讲，就是会当解决的代志。其实吼，比如讲咱即摆咧讲军舰嘛，还是讲即个飞弹啦，吼，还是讲一寡武器啦。伊咧号名的时阵，一开始就毋是用台湾的苏克咧号嘛，会号一寡什物定江啦、辽宁啦，什物奇奇怪怪的地名嘛，迄个含台湾较无关系。过去为中国留落来的物件，哦，那所以不管是地名、专有名词，吼，还是一寡什物天宫啊，吼啊，是你知影有一寡。伊号名的逻辑毋是台语的时阵，自然伊就较困难去讲啊。
但是有一个翻译的物件，是讲即个外来语的部分，其实用台语来表现嘛，无一定袂使。就是讲伊个逻辑吼，过去咱拢爱先接北京话，较粤台语，甲直接翻台语的迄个过程无共嘛。所以有人讲，比如讲最近最流行一个名词叫口罩嘛，口罩迄个时阵，逐个人咧问着口罩，咱喙，传统讲法叫喙安嘛。有人讲这个大家毋知要安怎翻的喙大。有嘛有可能罩住叫做喙大嘛。其实像阮阿公的讲法，连讲你着外来语直翻啦，外来语着嘛属句嘛。所以其实拢是会当安尼做啦。重点语言还是重点听有就好啊。所以你爱想办法，伫外口甲人讲。语言作为沟通的工具，你要想办法甲人讲，想办法，逐个人拢听有，迄个物件较叫做沟通。你伫厝里讲吼，厝里讲你自然讲句话，就会胖伊，就会火花去啊，嘿啊。所以我想，无啦，因为讲母语伫厝讲的，这足少啦，这可能小可莫甲因讨论这。安尼阮搁转来就是用母语。文件这件代志，就是我要讲啥？因为台湾是一个真多语言的国家嘛，嘿，就是你用母语文件到即马，你感觉你有拄着啥物困难无？就是讲，还是讲，即马伫法院有欠，你感觉会当搁加啥物物件，互你伫用母语文件的时阵搁较好？这用真，这加拄则迄段落来说，就是一寡武器啊、军舰迄点个出，无啦。其实吼，我拢用电影来比喻啦。其实早期台湾是电影，甲亚洲内底电影输出国第二大国，捌12档做1000支电影啊，什物《大侠梅花鹿》啦，吼，台语啊，山顶五狗兄台语的、华语的拢有啊，为黑白拍甲彩色，为无声拍甲有声嘛。但是后来吼，因为转移真着问题来啊。后尾宋楚瑜讲，即个国语补助政策，种台语的电影慢慢火花去，火花去了后，真做拍电影的有一寡名词总讲袂出来。比如讲特效台语要安怎讲，比如讲立体电影，立体台语要安怎讲，可能有诶在直翻嘛，有诶就讲无习惯，所以听起来怪怪嘛。后置要安怎讲，所以这个物件。渐渐，伊会失去，所以这种专有名词伊会无去。那对我来讲呢，咱就是咱念句啊，也是讲咱用一个较通俗的方式会当解说。比如讲，我参政的时阵，我会读新闻嘛，读新闻，你为着要记者会会当讲得出来，还是平时会当甲人沟通，迄个时阵吼，比如讲贫富差距，你念新闻，贫富差距4个字，台语要安怎翻？贫富差距。这4个字，你毋捌听这4个音做伙出现过，你毋知这4个字啥物意思嘛？所以咱好意啊、善者的差别，安尼大家就听有啊嘛。再来立体的部分，比如讲其实全世界嘛有人讲3D 啊迄个英语叫 3D 嘛，所以你嘛会当直接讲 3D 的，3D 你就听有啊。无你若讲立体，第一届听无，2届、3届，你听立体，你就知影是咧讲立体这件代志。你著爱讲，你著爱想办法，互即个至少是即个专业的人知影讲，即个物件是安尼。其实伫摄影的专长顶悬啊，包括灯光啊、道具啊，渐渐伊嘛开始拢用外来语较紧啊，专有名词伊嘛无一定爱用硬翻做华语啊，较来使用啊，所以。即个专有名词的部分，我想这并毋是较困难的代志啦，嘿啦。坦白讲人啊，专有的名词你讲北京话人嘛听无啦。你甲讲立线体，你若毋是生物，你也知影立线体是啥货，对不对？你也不如人解说讲一粒啊。我只是举例啦，对啦。你来讲互知影，无一定爱经过华语即个流程嘛。你有可能台语你就翻互听有啊嘛。好意啊、善者的差别，甲贫富差距，你感觉对一个人听起来较有法度？我都直观来了解讲这是啥物意思，对不对？嘿。翻译就是设一个翻译官啊，啥子？好，安尼我先介绍一下。真吼，日本人其实吼，当然咱语言平等是前提啦，但是吼，一人争取一项啊。你讲，因为我毋是语言的大教主，毋是讲负责语言发展法，但是我的立场是安尼吼，大家讲母语，一人争一项。因为毕竟讲，比如讲咱说台语的翻译。
但你有可能，比如讲新住民，本来国家因着讲伊嘛袂，讲原住民有16组的语言，大家拢袂。我甲大家报告，大家拢袂，大家拢来嘛。但一人拼一项嘛，你若有兴趣，大家拼家己的，先拼起来。所以呢，其实咱去真有一个提案吼，是讲咱按照语言发展法，吼国家的各种母语，拢是咱官方的语言的前提。那邀请大家吼来从立法院的即个委员会也好，议会也好，咱来设一个翻译。啊，至于时间吼要安怎限定，翻译要安怎来利用来聘请，这个工课咱会当细节较来讨论。但是你如果若遵照语言发展法，你理论上立法院内底委员要讲啥因兜的代志，啊，官员听有听无，透过翻译，西顶巴咧吼，赛德克巴莱伊电影内底其中有一个镜头是安尼吼，尤安顺啊，吼伊演翰林讲台语的，阮住民爱一只猪落来山骹，然后翰林吼换毋知2桶盐。啊来，啊即摆吼，即个尤安顺的踮伊行原住民讲即个原住民的话语，啊来搁做台湾人的翻译，吼啊伫遐咧做交易就对啊，就是讲你家己讲开我的，讲会爽的，甲你的讲你的母语，啊然后套用安尼款的翻译来将伊翻做无共款的语言。我想这才是一种真正尊重无共款文化的做法啊。哦，但是我毋是法官，啊我嘛毋是总统，哦啊即摆开始。咱规定委员会一个拢爱放120个翻译，吼，我无即个权利，但是咱有提案，啊邀请大家来联署即件代志，这是咱即摆目前一个立法委员做会到的。敢有别个国家有就是即款的例？有啦，像比利时伊是应该是德国话、荷兰话甲法国话，嘿，吼啊那荷兰伊嘛有即个德国的，因讲叫语言系统啦、语系啊，吼。德国的语言系统甲法国语言系统，啊加拿大有英语甲法国嘛，吼，包括因的即个魁北克，吼，啊个多伦多伊就无共款，所以世界拢有即个地啦，毋是讲无啦。那你台语到底是毋是有即个资格？吼，要求讲，啊你甲咱当做一个特别的语言嘛，互咱有一个。伫官方内底，吼，不管是立法院，不管是作品，吼，还是其他的平台，会当互咱有一个伫台面上的机会。我想这毋是一个真过分的代志啦。坦白讲啦，有足侪人讲啊，你台语嘛是中国来的，我来报告。你敢知日本话嘛中国来的？你敢知韩国话嘛中国来的？差别是日本人甲韩国人有一天决心讲啊，我要去汉化，我不爱做中国人，所以因就甲韩国话变做韩国字，甲中国话变做，甲迄个汉字变做日本字，这个国家拢有经过这个过程嘛。啊，台湾真无经过这个过程，咱嘛无讲全部要否认中国的存在嘛。但是你互咱家己有咧用的语言，甲保留落来，这毋是真美丽的代志，对啊。韩国迄个时阵做到啥物程度？伊本来叫汉城，因的首都叫汉城，伊连即个汉字都无爱，改叫索尔呢，有够生气的呢，对毋对？台湾捌做过这个代志啊，你也看。咱台北的路，你就知影，咱阁还袂做过即个代志。